请咱备办心来敬拜咱的上帝，请走到。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强创保用伊的手所做的。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即暝对迄暝传出财物。这是吟圣诗，圣诗84首，圣诗84首，请起立来吟全首。欢喜，我乐来迎喜，顺强的前路主的坚强的，天根起大天君，河边我的主，只是这地走。当你的为义，来给我欢喜，我乐来迎喜，顺向的前路主的坚强的，预备行。大路好去，好山呐，好山呐，爱比的红诶，难主查所你是天里的作的，只是一个人很高万岁，你们的家里大路好去，好山呐，好山呐，爱比的好诶，爱给咱娘。我主兄弟，好山呐，好山呐，爱比的红诶，人民保重威严，人根归天边，人民和平稳定。很高万岁，来给咱亚吉，我乐主兄弟，我山呐，我山呐，来比的红诶。这是咱原兄弟。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对世界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病，
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时，咱来启应，伫启应文59篇，启应文59篇，圣诗后壁面1105页。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高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喙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就伊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告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当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册派，哪会传？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遐尔啊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罕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无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阮为只有你，阮知只有你，你统管万有。万民着爱向你拍拜来敬拜你，阮要齐声来学罗你。亲爱天父，担阮衫甲自执伫你的殿中，阮即时恳求你，找派你的圣神充满伫真，互阮的心灵拢会通因为着你来得到饱足。阮也知影，毋管阮是带着什物款的心思，甲什物款的意念来到你的殿当中，阮只要向你来开喙，求主你来帮赞，阮也恳求主你来怜悯阮。主啊，阮也求你赏赐迄个恩赐伫在座每一位列位兄弟顶面，互阮会通来知影，阮着爱用你所赏赐的恩赐来彼此相服侍。主啊，阮由衷教会也伫要进入中级的选举，恳求你祝福伫即个选举的过程当中，拢会当平平顺顺，会当选出适合的中级同工，伫教会伫你的殿中来服侍你。恳求你赐下智慧，互阮有更加好的判断，更加恳求你赏赐阮有一个合一的灵伫阮彼此的心中。互阮伫传播福音的路顶，会通来互相扶持。阮往前跑走，也拢总袂亚善。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即时来恭读上帝的话，圣经福音约翰福音7章第1节报告，歹势歹势。即时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定的教社主日。咱罗牧师是即个教社部的部长，敬请兄弟踊跃为即个事工来奉献甲代祷。本主日第2场礼拜欢迎泰雅中会太公教会的牧师，因要带领78位会友来参加礼拜，并且来献诗甲跳舞。伫主的内面，咱诚心来欢迎伊。清风敬拜中心的消息，咱伫8月10日起要来恢复聚会，聚会地点伫新的堂，地址是伫南主区清风路297号，欢迎大家来参加。社会广告消息：第一，本会定伫9月7日
要连续召开23届中级选举的临时好会，即届咱有定要选出长老12个，执事30个。第二，本届中级候选人名单，咱请咱家己看伫伊的第8页内底，敬请还未交相片的互候选人，咱赶紧来提供2寸上最近的相片，咱以利来编印选票。多谢恁的合作。第三，本届中级候选人名单好会会员名单公告伫公告栏，若有遗漏的，也有错误的部分，咱敬请兄弟办公室反映，以便咱来更正。本月定伫8月31日下午3点到5点半要举办领袖装备会，对象是区长、小组长，地点是伫副堂。敬请本主任以前国务区区长来报名。本会2024年度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既然已规定申请的，而且符合标准的，请伫9月初7以前提出申请。9月11日暗时8点，咱要召开奖励金小组适合。本会伫9月14日颁发奖励金。本会定例下主日8月31日举行2025年第4摆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备万心，共守圣餐，同沐主恩。具体消息。相助会的消息，本会萧润春兄弟蒙主温调安孝主怀已经伫8月18日举行入殓及火化礼拜，请相助会员交交相助会费，原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来代祷。互助社的消息，租客贷款专按利率是无利息的贷款，咱为即马开始，协会每学期助学贷款的额度，咱若额满，咱就要停止接受申请。欢迎就托伫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若有意愿贷款的，咱的互助社切顺办理。学生录取的消息，定伫8月30日，伫个拜六暗时的礼拜，咱邀请到阿免赞美计划团队前来带领圣灵的风2025年敬拜之夜，敬请伫咱期待圣神的风再一次吹进咱的内面，更新咱的生命。当天暗时6点半开放入场，敬请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告解消息，咱请欧牧师。来兄弟大平安。伫还未讲告解消息进前，咱介绍咱的前文化局长尹理伊咱的中间，甲咱做伙敬拜上帝，伊嘛是即马是民进党明年3月初选的6个其中一个吼。咱请尹理局长起立，咱拍拍热烈欢迎吼。尹理兄弟局长，以咱的高雄所做的真正文化的事工做伊嘛是教授吼，做真济的好代志咱家己咱甲学乐嘛替伊祈祷毋望伊的初选会当顺利通过。今日是教社部红眼主日咱的周报内底有贴即个红眼袋有看到？我就是教社部长啦就是买来无款的。毋望咱伫等者有一个影片要介绍教社部伫今年所做的。咱教社部今年集中伫做急救训练。咱有知影社会中有发生意外重大事件，需要人急救CPR 啦、AED 总是若无训练，逐项都袂晓。咱通过红十字救援大队甲咱训练了，咱会发一个合格的急救员的证书，
啊，这急救完证书就是讲，万一急救的对方无说你过身去，你无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吼。所以通过安尼，咱办这个活动，毋茫咱以等一个影片中间，咱请演讲来咱准备。第二就是咱教界消息到高雄中华妇女事工部伫高雄小区要举办年会甲新旧林的区长的交接。地点伫咱的真经教会，主理是真经教会的主任牧师周豪庭牧师所以咱有一个专讲的医生就是教咱安怎认捌心脏病守护你的心脏的健康费用100块，妇女性活队专业补助，请咱伫今日进前今日结束进前郑美仪队长来报名参加。伫这报告的时阵，咱先来看这个影片，好无？兄弟大平安，我是教社部长洪世俊，感谢咱兄弟过去对教社部事工的支持甲奉献。教社部去年甲壮国台湾这单位合作来教导指挥大甲急救训练，受到真侪兄弟的支持甲报名。咱过了今年2月，台中的星光3月7报，迄当时有澳门来台湾一家7口的旅游，因为安尼受伤。迄当时中华基督教病院员工嘛为了因来抢救，挽回一个人的性命。咱看到5月，三桥地区北大国小当咧下课的时阵，有一个78岁先生，骨折也弄过，造成4个死亡，12个受伤。迄当时的导护老师嘛及时用 CPR 的方式来抢救这受伤的人，来挽回一个人的性命。咱看到台湾的社会不时有这意外发生，台湾的人口会不断老化。教会长辈老人嘛不断增加，教会甲教会毋茫来训练一批急救的人。万一咱高雄地区若发生意外事件时，中华基于咱有社会责任，咱会当派出有急救的证照的兄弟来帮助迄社会有需要的人。今年咱甲红十字救援大队合作来举办初阶的急救训练。第一梯次有平遥区甲高雄区的训练，取到证照的人总共有54个人。第二梯次嘛要将伫9月初6甲9月20来启动举办。感谢咱的兄弟踊跃报名。第二梯次已经人数圆满。今年咱举办这2梯次的初阶的急救训练，取到证照的人总共有102个人。咱毋茫才会取到执照的兄弟，会当熟悉器材甲能力。咱教社部来买到个人的安仪甲训练用的 AED 除针傻瓜电击器毋茫咱伫3个月一届，甲因召集起来，来不断的训练甲学习，互因会当熟悉这能力甲器材，成做未来教会甲社会的帮衬。咱计划为中华急救人才来培育种子教练，所以日后咱有种子教练不断的开班授课这急救的课程，成做咱急救人员不断的增加。咱若毋茫通过到社部奉献之力，咱的兄弟踊跃奉献，互咱搁有教育经费来推动这事工，成做教会甲社会帮衬，来形成一人。多谢。了解教社部举办这个步步拢是需要经费，总是教社部经费拢是通过一档一届的教社部奉献助力来募款，所以阮也知影，这急救的训练，你若无练习，就青疏。但万一发生意外，过去你较早捌受过训练，因为你青疏你嘛毋敢做，所以阮就3个月，甲这个合格的人来。就去练习，3个月一届，我相信迄个
急救的能力甲技巧会愈来愈成熟。啊，今日是教社部奉献主日，那毋望咱的兄姐通过今日教社部即个主日中间，咱会当为着这来踊跃奉献，互阮有搁较济经费来继续推动迄个急救人才的培育，嘛帮助咱的教会以及社会的需要。多谢。即是来强读上帝的话，圣经约翰福音第7章11节到17节。约翰福音第7章11节到17节。犹太人伫这其中找耶稣，讲伊伫倒落。众人为着伊做饲母饲厝，有的讲是好人，有的讲毋是，是未许众人认定。独独无人显然讲伊的事，因为惊犹太人的缘故。当节期的中站，耶稣上殿教示，犹太人就奇怪，讲：这人未有入学，对倒落捌册？耶稣就应讲：我的教示毋是属伫家己，是属伫差派我的。人若愿行伊的旨意，就会对这的教示是对上帝出，也是对我家己来讲的。这是赞美，咱请妇女献歌队。主
讲道题目是耶稣看见伊的需要，恳请王牧师。我所敬听兄弟，大家平安。甲你讲，耶稣听你，我嘛听你。咱看见耶稣，看到寡妇的囝过身，耶稣看到伊的需要。因为我所敬听兄弟，咱的人生，咱逐日。咱有时阵，咱有需要人的帮衬。比如讲，伫今日早起，我会讲到的 PPT 的随身碟，要摕互应控室。我想讲，这个时间客起到落来，可能我安静心嘛无够。啊，拄着咱的龙总兄弟，我讲啊，龙总兄弟，麻烦你甲我的随身碟去应控室啊。互因知影讲要放即个今日早起的讲道的资料，安尼我会当省一段时间来来去去的时间来安静家己。然后这时阵，我就需要人的帮衬，我会当家己做，就是我若家己做，我可能安静的时间无够，所以请咱的龙总兄弟来诚做咱的帮衬。有影伫咱的人生中间，咱拢为咱的需要别人。帮助咱的事，就是咱若愿意看见人的需要，主动来献出，来伸出咱的手来帮助人。我相信迄个人会真感动。亲像我得到龙总兄弟的帮助，我会当搁较侪时间来安静，我心内不止啊感谢你。而今圣经内底，咱看到耶稣甲伊的门徒甲群众来到南面城的时阵，我拄到啥物？拄到有一阵出山的队伍要对城内去到城外。伊路加福音书的作者特别咧讲到，因三拄的时是什么所在？伊三拄的时都是迄倚近城门口。圣经甲咱讲，有人跟一个死人出来，所以有人跟一个死人出来。是对倒出来，当然对城内要刷出城外出山队伍，真显然的甲咱讲啥物？迄当时迄埋葬迄个过往的人，并毋是城内，是城外，所以因出山队伍是对城内要刷出去到城外，要做一个殡葬安葬的这个行动，就是咱看到。伊迄个城门口，因甲耶稣相拄，咱总是讲，只有耶稣一人吗？只有耶稣一人，甲这出山队伍相拄吗？无呢。你著看圣经第11节，圣经第11节讲，伊的学生甲规阵的人，甲伊同行。伊的学生就是门徒，甲啥？规阵的人。甲啥同行？耶稣同行，就是迄经文中间，咱看到，这个人甲耶稣同行，只有耶稣，伊看到这个出山队伍中间，伊有反应。你讲奇怪，耶稣的伊学生甲规阵人甲伊同行，代表啥物？代表迄当时耶稣受到济百姓的欢迎甲接受。所以真侪人爱跟对伊耶稣，听伊讲啥，听伊讲上帝的道理，听伊行神业，看伊行神业。所以真侪人真欢迎耶稣。就是咧，伊圣经中间甲咱讲，众人的眼中只有看到耶稣身躯顶伊一个人尔，但耶稣咧，耶稣伊的注目的焦点，却是伫人的需要的顶悬。为什么耶稣注目着迄人的需要顶悬？伊经文中间讲，即个寡妇，为什么耶稣特别只注意到即阵出山队伍的中的寡妇呢？你也知影，读这个圣经，你爱了解伊当时的 context。迄当时犹太的妇人寡妇是极其困难啊！为什么？
迄当时官府就是伊失去红婿，伊失去红婿的保护甲经济来源，为虾米来讲？因为迄当时的妇人人，毋是像咱真侪妇人可会当出外食头路做工课趁钱。迄当时的妇人人，红婿就是唯一经济来源啊！红婿过身去啊，等于经济来源断去啊，伊的后半人生经济有问题啊。总是悲惨毋是到遮尔，毋是红婿过身安尼遮尔简单。伊唯一的独生囝后生啦，嘛过身去啊！哇！伊忙，反正这后生已经要成年啦，会当出业，会当食头路啊。忙啊，这个囝儿念啊大汉啊，哇！虽然翁过身了，总是有囝，无拍算，伊的独生囝后生嘛过身了，所以这甲咱讲，这个若影响妇人人寡妇咧。为伊后生过身啊，伊的情感破碎，伊的经济甲社会地位嘛崩盘伊啊。了解？你来讲想象即个妇人人，伊真啊马口无目屎，总是面对即个孤单无依无我的处境，咱可能无生运。咱的社会中间，咱定定看到。孤单的人无得到帮助。你看去年啦吼，去年2024年的时阵，咱台湾有连续过来风台入来，对不对？迄当时，咱高雄地区、高雄中华会友，无论山边的、海边的，这邻近的这会友甲教会，拢受淹水的艰苦。迄当时教社部。就协助这的会友讲若恁来写慰问金的申请书，总会咱顶外佫一个总会教社委员会来提出申请，拢是补助的钱，若淹水超过50公分1公尺以上的，补助1万块啦。若50公分呢，就5000块。总是了解，若淹水1公尺的，你会当讲啥？你家具啥物拢歹了了，迄1万块有够无？无够。总是迄1万块确实了表心意，一寡慰问，一寡帮助。迄当时我去年过去做教社部长的时阵，帮助这个教会山边、海边的会友来申请这个慰问金的时阵，山边的拄着啥土石流，海边拄着淹水，哇，真正苦过主怜你啊！可怜代，了兄姊妹，虽然这个会友毋是受圣经这所记载这寡妇红婿过身去，囝佫过身这孤苦无依，总是这你知影？咧分慰问金时，我发现一个情形，真侪的会友厝是独居的独居，所谓独居老人，囡仔拢出外地外县市咧上班。当你拄着风台时、土石流淹水时，因囡仔拢无伫边啊。所以教社部，咱的总会教社委员会发动全国的志工，全国志工去清啥？这土石流的这灾害的处理。咱中华教社部是发对总会来的慰问金，所以咱今日。咱讲教社部奉献处理，阮奉献是毋是拢全拢教社部用的？阮爱一部分以上爱交送缴去总会教社委员会。为什么牧师你安尼爱送缴？你嘛顾注意。若拄着意外，拄着需要补助的时阵，你无送缴，伊哪有钱补互你？所以教社部奉献处理毋是全教社部总用，是爱送缴一部分，伊也寄钱寄咧，万不由用着的时阵，咱会通申请。所以我发觉伫做教社部长的时阵，发觉会接触到真侪会友孤苦无依，
所以咱看教社部，毋若是对会内的需要，咱嘛看到会外的需要。咱知工商教会第2任牧师啥？我知我唔想，我若知工商的牧师是啥？有影？工商教会第2任牧师萧兆金牧师，伊因为2·8事件，看见真侪对北部坐火车、桃南迄只火车到高雄尔，无往人行。遐对北部坐火车、桃南到高雄的时，真侪乡亲无地走。咱的萧牧师，就招遮的乡亲来工商教会提供大家食，哇，真好喎，真好。无过好当时即种遮讲，喂，你工商教会平常时就无出力，这人你也雄雄出，这人这侪出力，哇，你这有气度，就甲萧牧师啊叫去问话。啊，萧牧师要出门时，甲伊牧师就讲，别紧，我念伊倒来，无拍算。一去了，到隔工，伊去互拖去公山农校的校门口，伊连同遐一寡大学生、一寡乡亲，3、4个，搁一个做古董的师傅，3、4个，伫迄公山农校的门口当场枪杀。迄消息传到来教会牧师娘，牧师娘惊甲皮皮抓，连夜带囡仔走去阿莲的所在行路，遐米一站嘛了，风声较过，佮带囡仔行，去桃南因为惊去互受波及，行等于伊后头厝，行咯。啊，伊后头厝你毋知伊佗？毋是隔壁台南的，是神话，连夜倒去神话所在秘起来，因此隐姓埋名。了解。当我2019年做教社部长，今年啊是我第4届做教社部长。而迄中间，我讲因为工商教会会议有够紧哦。拢毋敢提起萧牧师的事哦，因为惊讲这事是见笑事啊！哎呦，我牧师去互枪杀，哎呦，这个无介风光的消息，毋敢讲。像是伫我迄调查就讲，发觉毋是安尼哦。迄萧牧师是挺台湾、挺土地、挺乡土，伊是要保护这个乡民有一个安居的所在，无打算牺牲家己。迄时，高雄中华甲徐传中华联合起来，总会到社务人会讲，咱有一个高雄一个牧师，全台湾2·8事件唯一死亡的牧师，就是萧牧师啦。唯一死亡的啊，就是萧牧师。萧牧师的死亡，毋是外界想伊做歹事，是因为听土地牺牲。这个碑文内容。拢咧讲萧牧师出世伫彰化，读台南新南院，然后做啥物事伊工商教会牧会，迄碑文足济，总是大部分拢是写着伊的记事，咧见证伊怎样用信仰听土地、听百姓。这个碑文呢，设伫公山和平公园，咱营理局长应该知。不过迄当时要设碑文的时阵。咱教会甲历史博物馆合作，要碑文要安写，就真讨论啦。我迄阵就2个方面就咧研究要安怎写这个碑文，会当4平8稳，佫袂去得罪人。迄时你碑文写好，要按去爱钱无？哎，迄当时柯武成议长带我去熟悉。咱的营理局长接你后壁迄查某的代理局长，争取。迄个康议长讲，甲迄个代理局长讲，你会当补助偌济啊？迄代理局长讲，我可能会当补助你7万5尔啦。你知整个洁癖啦、座椅啊、营养啥物，加起来12万，办一个活动12万。
我到社部哪有遐济钱？康议长讲即句话，哎，局长啊，你的权限到偌济，你甲我讲啦，到迄上悬的勘站。局长讲，莫超过10万，莫超过10万拢会使吼。啊，康议长讲，啊无安尼啊，98000差2000。98000补助你98000差2000，就要10万啊！啊10万嘛，佮62000嘛，要安怎？四价起募款。迄当时结逼的时阵，咱的牧师是做总会议长，嘛代表总会来结逼啊。迄阵原本要请蔡英文总统来结逼，但是伊想到上熟悉的啦，就是迄阵啊做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女士，伊就请陈菊秘书长来结逼啦。迄阵啊，陈菊秘书长伊讲一句话：高雄的二八事件，只有剩即个所在无做碑文啊。完成全高雄二八事件，唯一缺了一块。咱教社部就伫迄中间努力的中间，甲即个事件的唯一无做的，甲补起来。若补起来，嘛见证即个牧师的信仰甲见证。阿免。所以你看到教社部所做的，即结逼的活动结束了，肖牧师伊的族囝怎啊伫新营教会咧聚会？伊甲我讲，牧师啊，多谢你呢，你教社部遮尔啊，互我的老爸的事件受到平反，从此工商教会袂掠因肖牧师做一个见效的事，从此就平反起来。另外这，咱看到圣经中即个寡妇，就耶稣伊照顾着寡妇的需要，真正这世间这个社会，真侪人心内孤单无助。伊虽然毋是亲像寡妇迄个身份，就是伊心内早就孤单，早就无人帮助伊。虽然行入这繁华的城市中间，就是无人行入因的心内世界来关心伊。所以咱看到。教会使命是啥物？教会使命毋但是传主的福音尔，咱嘛爱烧灵眼光去看见社会需要。什么人需要？社会中有孤单的、遥饿的、丧乡的、破病、受放杀的季节，咱爱用烧灵眼光去看见因的需要，用咱信仰的能力来成就因的帮助。咱用咱的行动，行入因迄孤单的心灵中间，受到安慰。阿妹，这个工作谁会当做？伊讲牧师你教社部做，我教社部嘛，牧师嘛两双手两支骹尔啦。其实咱拢会当做，咱拢会当去看见你厝边上的需要，来成做因的关怀甲帮助。甲你记得讲，你会当成做因的帮助，会袂来？有影你人较步步去到社部，你家己会当做，吼，咱家己会当做。所以圣经路加福音书第7章13节到14节，咱做伙来读袂来。主看见就怜悯你，甲伊讲，无得好，就挖去迄个靠生死的价，光个人停骹，伊就讲，少年人啊，我甲你讲，起来。另外这你有看到？迄经文中间第一句，主看见，头前拢讲耶稣，但只有水的所在讲主看见。路加福音书有啥物？只特别讲主看见，伊咧提出一个证据，救主耶稣会当超越死亡的事实，只有伊能改变死亡的这个事实。所以，伊看到这妇人人，这寡妇。红死伊啊，囝嘛巧伊啊，伊甲讲，假这我有讲无得好，因为伊知影这妇女人已经无瓦靠，无依无靠。伊知影这妇女人起码800万后日的日子要过，我靠的囝无伊啊，要安怎？我也袂当出去趁。伊知影这妇女人，伊心中伊。
悲伤到无法度用语言来讲出伊的悲伤啊！了解？伊讲无得好。耶稣爱伊失去伊的毛屎，耶稣知影伊的处境，耶稣活过。咱看耶稣安活过，就活去望迄个靠生死的价，光的人就停卡。了解？伊圣经原文咧价啥物？价是指观察，价是指观察。就是咱知影，你读圣经，我讲过，你啊当时当去到你当时的迄个社会文化，迄当时你若忘了生死，你若互祭司讲啊，无进去，无不得了呢。你若互这祭司来判定你是忘了生死迄个尸体，你互判定无清气的人，你安那？你爱互社会隔离的，你爱去甲这社会隔离的，你袂当甲人做伙，亲像咱迄阵当时个武汉肺炎无隔离，你袂使甲人斗阵，你爱隔离。就是咱看到，耶稣伊听人赢过律法的规定，伊啊真勇敢，活过迄个靠生死的价。了解？伊听人心，赢过宗教的律法的规矩。咱看到，伊不时犯着这律，伊就是要忘伊。为什么？耶稣要用伊的行动，甲官府讲：我家己伫地，我毋免惊，我无惊迄律法的对我的约束甲要求，我要听你。所以我过阵，迄个光的人呢，就停卡。然后甲伊讲：少年人啊，我甲你讲，起来！然后这耶稣对这寡妇的家庭惊做啥代志？惊做一个拯救的计划。什么叫拯救的计划？就是互这个少年人坐起来。圣经讲，死的人就坐起来，煞讲话啊，煞讲话，坐起来就好啊，无呢？伊煞讲话，代表啊，这个少年人伊死过活了，煞讲话，才会讲话呢。毋是讲惊起来，目睭圆圆来看你，代表这个少年人伊真正啊康复起来，身心灵拢健康起来。伊证明已经顶头生啊，真做一个健康的人。你看这对寡妇来讲，有一个愿望的无？有啦，伊。毋望迄个后半世人的我靠的囝已经死过啊！伊的绝望变做希望，阿妹。你看这咱看到，咱到社部，伫第半年度，伫平湖、伫高雄地区，咱办即个急救的初阶训练。咱这知影教会老大人愈来愈侪，对不对？有迄会友这礼拜做到一半都昏去啦，你感觉救？你若无接受训练，你毋敢救啊！要安怎？我家己爸爸牧师讲，一摆我伫顶悬咧讲道，阮爸都昏伊个骹啦。啊，我讲道，注意我讲道，我毋知影下骹发生啥代志。我知迄会友坐一个讲道吼有骚动，正是我袂想，你是咧骚动啥？认真听，无啊。我礼拜续结束。行样按是头壳是发生啥代志？啊，会友讲，牧师啊，恁爸昏去安尼，哈，昏去啊！感谢主，迄当时我牧会教会有一个中医师啊，及时甲阮爸爸急救。了解，咱虽然无咱落像耶稣这样大权力，讲一句话，少年人起来，这个无咧，咱无这个权力，敢毋是？咱嘛真毋茫安尼，就是。咱通过咱的专业、咱的训练啊，互迄个昏去的人伫死门关啊、鬼门关啊，人甲抢救倒来。所以感谢主，顶半年度伫平湖、伫高雄拢举办这个训练。即摆后个月就要第二届训练，开放报名，马上额满的秒杀呢。咱代表啥物？会友已经意识到，这个急救的人是基本的能力，
所以咱看到，咱若想讲高雄2014年发生啥物代志？2014年发生什么事？还记得吗？会记无？高雄起步，恁想看卖？咱的当时高雄起步，那咱迄当时有做急救训练的一群人，咱马上会当派一个队伍出去啊，请做迄当时的人帮战。总是迄当时咱还未看见这需要，所以咱第一梯次甲第二梯次，这总共3场的训练，已经会训练出102个急救人员。阮若3个月会召集这个人啊去练习，因为你知吼，你咧训练若无定定甲你复习，你久就袂记住。万一发生的时阵，哇没晓记，你毋是下啦，是下啦，都无复习就袂记啊。我3个月就将这人组织起来，重新甲训练，重新还互伊熟悉。另外姊妹，咱看主耶稣，互这个少年起来，坐起来，煞讲话。然后耶稣看这个少年讲话，会当讲话了，伊顶头生嘛。圣经甲咱讲啊，圣经甲讲，耶稣就将伊互伊的老母，迄代表啥？这个官府原本属是囝儿的，原本要送去城外来埋葬的，因着耶稣的权能，重新互伊得到伊的后生的定活。所以，咱看到这官府甲4个月，互众人大拢看现年，哇！圣经甲咱讲，众人拢惊吓，归因讲上帝，讲大先知有兴起伫咱中间，佮讲上帝有看顾伊的百姓。另外这，咱若通过经文的context的脉络来看，耶稣甲伊的门徒甲群众来到南城，只有耶稣看到官府的需要，伊无顾一切律法的规定，主动伸手望这个放生死的家。这个少年人4个月煞讲话，代表伊完全的康复，对所敬听遐济。虽然咱毋是耶稣，会当讲一句话互4个月，总是咱会当通过咱的训练，成做人的帮助甲祝福。阿门。所以，根据阮的调查，7分钟过身一个人，7分钟过身一个人。也意思讲，你若有经过急救训练了，你的7分钟中间，你会当救一个人。你若有能力，你会当救一个人，免去一个人7分钟就过身。所以这是真好的一个能力的训练。所以总是咱需要咱正兄弟，咱为着教社部事工，咱看重咱来奉献，互教社部有搁较侪机会来训练。所以我交代报告，明年教社部要举办高级训练员的训练，咱即摆办个初阶嘛，高级训练员的训练。迄高级训练员的训练是啥？以后这训练员伊摕着执照了，伊会当帮这初阶的人办急救训练。咱就免步步拢靠红十字救援大队。我有即个伊毋好，因为你请别人总是爱以别人的时间嘛，对不对？总是你若家己有人才，咱随时要办就办啊，对不对？所以明年我要办高级急救员训练，目的是啥物？目的就是帮助咱中华有迄人才不断的培育，生生不息。19世纪有一个英国浸信会牧师叫斯普真，伊是真有名、真会报道的牧师。伊讲，惊生的动力应该是疼，毋是其他的原因。伊讲，真正基督徒的惊生是出于对上帝甲对厝边的疼，这疼是心性的。这疼是对上帝遐来的，所以另外这来讲，咱今日社会中间的疼，是因为咱对上帝领受疼，咱来用这疼来疼厝边。咱诚熟悉的一句话：爱人如己，疼人像家己。所以咱看到众人惊吓，归因讲上帝。当这门徒、这群众看耶稣惊生惊，哇，惊吓！为什么惊吓？从来就毋捌发生过。互4个月人的代志发生，总是耶稣的确
行这个你互众人看，哇，这个能力的确对上帝遐来，互伊会当行成呀。就是因归因光，毋是耶稣，是上帝。那代表什么？代表人所行的，是毋是啊？人毋是靠上帝遐来，是无度行。所以因归因光互上帝，无毋对。就是伊讲有大先知，这点毋对啊。因甲耶稣这比赛啊，看做大先知，这是毋对的。所以显露出什么？耶稣的行动显露出三个结果，对三个结果。第一，生命受改变，少年人死个活，这毋但肉体死个活，嘛互整个这官位家庭啊，对死亡无绝望的中间啊，看见毋茫，所以就这生命改变。第二，见证受起造，众人看见耶稣这见证，咱知影这生命是对上帝遐来归因光互上帝。第三，当耶稣行这生命，遍传你的乡声，代表啥？耶稣行的生命，互真侪人看见、听见、看见耶稣带来是一个毋茫，毋但四个话的茫，是人一生灵魂的毋茫。阿免。所以咱看到，耶稣看见这寡妇的需要，伊用行动来行出寡妇的帮助。咱看到教会啦，甲社会，咱只有停留伫议会顶悬的会道的顶悬，咱无用咱的行动行入社群，咱无法度互人讲上帝眷顾百姓。所以了解，咱教会内底，咱袂使只有停留伫会议道顶悬讨论尔，咱无行动，咱讨论了，咱哪有行动行出去？甲你隔壁讲，咱哪有行动行出去帮助人？伊袂来。所以教社部的全名，顾名思义，什么？教会甲社会的部门，通过咱教社部关心社会议题需要，来表达咱信仰的立场。过去咱几年前，咱捌用信仰的立场行入街头，你讲啥物？反同婚运动，歹势。圣经内底无上帝无讲伊创造两男两女，上帝去创造一男一女。所以当时教会界行入街头，甲政府讲反对同性婚姻，这就是咱的信仰。这是咱咧关心社会需要，嘛顾着信仰的需要。第二，咱2014年时看到社会高阳的起步事件，教社部牧师长啊，挨家挨户去调查，恁兜欠啥？恁兜损害到什么程度？甲这个资料嘛收集起来。我即摆教社部新入这个救助队吼，救助的急救站，阮袂输上班的轮班的，今日我会知影值班，我爱来负责这个调查，下晡换别人来调查。除了收集起来，送去高雄社会局来，互因知影这个地区的需要。虽然阮无，迄当时高雄起步，咱拢知影范围真大，阮做的会当一部分的调查，总是嘛，互这社会百姓讲哇，恁教会真有疼心呢！哇，恁这牧师安尼，愿意安尼出来甲调查阮的需要，安尼看见阮的需要，因真感动。咱若看见饮水土石流，会有饮水，咱发起发迄个慰问金。所以了解，咱知影，今年教社部，旧年甲今年拢看重什么急救的训练。咱看到老人愈来愈侪，咱看到社会意外发生嘛真侪。咱看见这需要，咱来培育这人才。所以牧师鼓励啦，明年啦，佮教社部来佮办咧初阶训练，紧报名咧，因为开放了随秒杀随结束。报名延满，所以了解，咱的募款毋是维护一个建筑物，毋是要维持一个累积阮教社部的资金，咱是互较侪
那医城的寡妇，这孤单的人看见受帮助、受疼，将因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今日到社部奉献出去，希望咱每一个奉献、每一个支持，会让参与着每一个生命翻转甲改变。因为咱来帮助，互一个无信的人，互一个孤单的人啊，因为咱的支持，因为咱的帮助，互因啊感受迄疼。哇！你基督徒无共款呢，你真正跳阮的心呢。了解，咱将这资源转化做教育，转化做医疗，转化做辅导的能力，疼就及时来具体来表现出来，互一个人看到这个信仰好行达啦，归因跟上帝。阿门。所以了解，行善不是靠咱的能力，乃是靠着圣神的开展，靠着上帝给咱能力，咱行出来。所以到社部，他们讲，我感觉啊，是中华所有部门中间上复杂的，也要针对社会议题关心，也要及时救助，也要帮助训练人。好，工课有够杂，有够济，所以是感谢主。咱陈牧师甲咱中一同工真包容我，伫迄个到社部这2冬的服侍中间，真无闲，阁会当真包容我，互我会当伫到社部来发挥我的这专业的训练来帮助人。嘛，毋茫咱的兄弟，甲我同款的看见，教会、社会，咱诚做一个好的桥梁，互人看见基督的疼，互人看见基督的疼。咱同心压头祈祷。是阮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这机会，伫咧到社部奉献出去。就阮看见圣经记载，耶稣看见那伊城的寡妇的需要，伊无顾虑律法的要求，伊主动伸手摸藏生死的计。那安尼，伊阁吩咐少年人起来。互即个少年人四个话，互即寡妇对绝望看见毋望。主啊，阮做你的囝儿，阮敢毋是领受同款的使命，要互世间人即个绝望就无我替我保的世间人，袂因为阮的行，因为阮的疼，来看见上帝你的救恩临到伫因的家庭。愿主你帮助阮。互阮正兄弟因为主的使命呼召，互阮伫油厂地区来行出好见证，来归荣光上帝。以主名称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来福音回应的诗，圣诗184首，圣诗184首，请起立来吟全首。
恨我无体，我都伊命无算，因为我知真的救主，那真是我苦，为定义保守，为保守所高苦的，为保守你高体的。请坐。这时，请咱这首来收奉献。这是咱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同心仰头来祈祷。主啊，守事在伫你，阮拢通知影，阮爱做一个好的管家。毋管是伫阮的工作工课场面顶，也是伫阮每一人的家庭内底，阮拢爱照着你的帮赞，阮就通好好来治理。恳求主，你欢喜阮今仔日所献的，也恳求你祝福伫阮所献的。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愿徛咧，咱三甲为咱的事来公道。第一，咱若诚做，咱望咱三甲看见，亲像看见拉因城富人人寡妇的需要，咱来用咱的疼耶稣、疼上帝心来诚做出边隔壁人的需要。咱若常时为着咱以咱中间的营理局长伊即马要接煞来参谋着初选，咱望好的人才受看见、受高举，来诚做咱的城市甲国家的祝福。咱也常时为着咱教会遐身体弱欠咱的兄弟需要来祈祷，咱参加举起咱的双手，咱大声喊三声主，咱大声来祈祷。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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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伫主面前来祈祷。主啊，阮看见圣经里教示阮阮来城的寡妇伊的欠缺，伊的绝望，总是阮看见耶稣主你的怜悯，因为看见寡妇伊的绝望的心，主你无顾虑着如我的要求，你行出你的疼，施行主你对这少年人的拯救，互伊对四个话，互伊的父母会当对绝望看见上帝你互望，我恳求上帝你帮助，主你啊，守住阮能力，互阮有听人的能力，行善的能力，诚做正人社会的帮助。主恳求你啊，帮助伫阮中间，阮营理局长伊愿意来投入伫这个社会公益甲民意代表的后事。愿主你大大施恩祝福伊，互伊上帝告我甲快乐守住伊，互伊参选会当顺利来得到受选，诚做这个城市的
帮赞，通过联谊会的服务，和高雄市愈来愈进步，和高雄阮所徛起的小城市福音的宣传，愿主你祝福因理局长会当以这个初选中间来得胜，受你祝福，受你竞选，成做城市的祝福。祝你祝福阮身体欠阮的兄弟，以主你的怜悯的中间得到帮赞，愿上帝你大大施恩带领伫阮中间，愿主你听祈祷。祝福车客。咱同心来对上帝领受祝。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愿全能上帝爸囝圣神恩典降临你面，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兄弟，请坐，灭道避讳。